天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头摆啊，老古年年有一句话讲好：年迈注重田，木梦注重年；年迈注重行，木梦注重生。古所讲好，语言对于咧族群来讲是非常重要嘅资产。古所也语言千万做唔得不人听表态。今年是万爱母语运动30周年，已经30年了。古所也30年当中啊，有当到铅笔和个新血，见为到因客家文化嘅传承，三芒大标。身为家头做乜嘅爱按嚟做，和个当中有哪条故事呢？就到今日爱同大家来分享嘅万爱母语30周年嘅挑战当中，我来同大家来分享哦。细细格格来分享今日节目地度有请到嘅来宾，就是一摆嘅车仔人，同时佢们系对呀客家文化传承当重要嘅人哦。来分享今日嘅来宾刘飞珍先生，欢迎刘先生。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飞珍，今日很欢喜今日来到这个节目同大家分享。好，分享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对客家很重要嘅一件事情，咪系到今年我来同大家分享，我来同大家见面嘅万爱母语30年嘅纪念挑战。故所以下就细细格格来请先生同大家来讲一下，生日也期盼嘅时间，还个地点系到哪片？一个展览吼，是在今年嘅2018年12月28号，我到那个苗栗台湾客家文化馆来举办。那摆展览是客家30色阿梅花。台湾以前讲到那个运动30周年吼，算数算一下，就是1988年嘅时间12月28号，今年有一把安阳县嘅万我母语太有行，故说今年就现在。30周年当日来开始一个展览。真嘅，我谈到30周年，其實我係幾馬屁，所以我係問上到30歲，因為我出世以前嘅事情。不過陸陸續續因為客家人啲客家電視台上班，故所其實我談到當到前邊啲30年以前，為到萬愛母語運動幾個條東山芒出力，韓國發生為到人嘅客家，故所我知道一條當到前邊都一下韓啲呢嘅客家文化。嘅韓啲嘅新聞代表就知道當感通，故所以就萬愛母語運動真見過都見30年嘅。唔過最終我講嘅，我冇見過這樣時嘅情形。其實談係有談過一隻運動，唔過真見這樣時發生乜嘅事情，係唔啲嘅。故所做啲唱先生，再個同大家講一遍，上來做乜嘅會有一萬愛母語運動發生。好，我性格就也後生，所以說我自家本身也冇參加過一個遊行。用辦講我哋呢個年紀，就你講1988年嘅時候已經10年，不過我根本唔知有一個遊行。一個就係做乜嘅當初時，我有客家運動嘅一個開頭，因為過去一個所謂歸屬政策也好，係你教育地位全部都冇族群文化嘅部分。像我自家本身嘅客家，我係在90年代，我因為我唔曉講下咧，我係用羅馬拼音重新學嘅。真嘅咯！我在1991年開始學客家，看嗰兩時世界上遊行係1988年我都冇有見過。係就係因為有一個安陽縣嘅歷史嘅過程，客家話過去在公共嘅空間，在教育地位都冇。故所在30年前有一群客家嘅前輩，佢哋都知道講。安陽下去做唔得，客家話就冇，客家話我唔見睇咧，有一個流失嘅媒介。故所單位在1988年嘅時間，嗰樣時主要係一個有一個雜誌叫做《客家風雲》，佢哋來發起講，我來做一個遊行，對政府訴求講，我客家話，我客家族群，我來傳一個語言文化。大家假使對台灣歷史有一些理解哈，1988年事實上係台灣解嚴之後第一年。
1987年建年嘛，哦，以前按后上看建年爱迪啊，爱历史课本有脱有写到嘛，因为经过的200，因为第一本书的内容是有100个国语运动，古时候已经大几件是个国语係日本化，韓國啲國民政府來嘅時候有100國語嘅運動，按用200個國語運動對母語來講，其實係動態嘅傷害。古時候到戒嚴以後，78年戒嚴過後，錯，古時候對台灣嘅民主化嘅過程來講，我知道客家運動咧嘅1988年嘅太陽行，佢唔係單槍對客家人有意義，佢對幾大台灣歷史慢慢行向民主化嘅過程中，也係戒嚴之後第一擺用文化做訴求嘅遊行。過去聽到嘅遊行係真實嘅訴求嘛，冇所以為到個沒有一部分嘅利益係你講權益，唔過廿擺嘅運動挺明顯，佢係為到一個文化權，也嘅文化權唔係單槍係客家人需要，其他族群也需要。故所1988年嘅遊行啊，去看當初時嘅嗰些也嘅留下來嘅新聞樣片，如果看到講唔單槍客家人，也有其他族群來參與來聲援。後來發展嘅客家運動地步，也有非常多係一種跨族群，大家講下嚟努力嘅。哇，真係動感痛！古時候也30年，真係係當從嘅歷史，我聽從咩有動到故事，做在啲啊展覽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尤其像100個主題，按到客家三色寫阿美花，客家花三色寫阿美花，中文嘅主題我按到寫阿美花咯。我想學呢一個標題係我想嘅啦，嗬。我在想回顧了30年前嘅運動，實際上最重要嘅核心係現在講一個語言母語應該愛傳。故所我就對母語阿美花呢個聲音呢個地方去交上去。幾大災難嗬，當然講無法度一下個30年每項事情都要寫到。故所我就用聲音做出發，我攞佢分析咗團咯。就話有4種。4大單元啊，4大單元都經常，主講出一個國語運動，推進國語政策嘅時代呢，客家話在講普門，係你講在講腔場客，係你教育地位，你本人檢睇嘅，做唔得講嘅，甚至講係有人講嘅話，然後我可能我本線上發現掛橋牌等等，一個過程中做落一個手語嘅母語，佢嘅老師頭本人按到方言。你看，像相對於國語嘅感覺，係像一下單一禁止說方言，好像低人一等哈，做落嘅價值嘅位階落嘅列強下嚟。故所第一趟呢，就回顧一下有安陽縣嘅歷史。嘅雖然係安陽縣本人大壓哦，本人安陽經濟，不過呢，客家運動者仲係聽我講嘅，1988年有一群客家嘅文化人士也好，係呢各行各業，大家想到講，做唔得，然後為客家族群來發聲當做得，然後要求講呢個母語權利要還本來客家族群，故所用運動嘅方式發聲，故所聽嘅那團攞做很多發聲呢，佢就主要講就係當時客家運動各項嘅方式來內容。嘅客家運動開始之後，當然基本談係1988年1228建立嘅8年嘅遊行。重點係佢開第3之後，後來也30年做嚟乜嘅事情，讓辦繼續為客家話來留下語言，留下一個文化。故所第3單元都留聲，語範圍非常發。按我講因為講對母語運動最有成果有2項事情，一個就係開始就係用客話寫東西，用文字把聲音留下來留聲。另外一個當然做老阿群，咪作為工作有關，咪留言啊、天使啊、聲音等等。故所第3團我攞焦點變出來母語，用母語寫東西，一個母語嘅文學。故所展出非常多客家詩人嘅作品。裏面一個牽聲呢，係講通宵呢個阿美花莊有遊行，不過呢個通宵唔係做30年前天天，然後繼續落去延續下去，用聲音一個意象啊，就想到客家山歌，咪有嗰種牽聲啊，攞聲音來唱，然後一個歌唱下去，然後個旋律維持，牽聲，那我哋意思係比氣長，就才會咋。
嘅客家样板传宗嘅多人俩团组团体了，故说客家运动地都开始有各种方法，头下讲到嘅媒体之外呢，教育故说在提起来讨论母语教育也系大重点。大家假使到现场，我看到我哋熟悉非常多，也30年了，各式各样味道教母语。编嘅教材啊、词典啊等等，非常多嘅文献都有地方。哇，古首其實內容啊，非常嘅精彩。唔過大家可能會想講，也地啊，全部都啲嘅講南岸母語運動啊、客家話啊，係講帶小朋友去會知道當無聊冇？其實唔會，做乜解呢？因為也係科技嘅時代，也擺嘅展覽和貼片同也科技來結合，做得來做一啲互動。用嘅互動係用嘅互動咯。我想當然展覽好看嗬，做嘅全部做嘅圖啊、文啊，可能大家知道冇神奇。故說睇下嘅展覽嗬，我聽我講有4隻單元，事實上有4隻通線。你按用行下來嘅時，一開頭你話呢度一隻教室，你嘅教室可能過去傳教貴二嘅教室，佢有一隻氣氛，我本意所講，係強迫嘅嗬，按樣去。唔過你幾隻行下來之後，到最尾。同樣我一個律師教室嘅空間，不過佢係變成開放式嘅暑假、開放式嘅作嘅，我有非常多嘅客家嘅一個母語教材，大家做得來翻。依個就用情景，本大家有隻行嘅過程，有得到一隻感受。那我就講一個他講到客家運動，地都有一段時間呢，大家先上網做一個廣播電台，講下本來係本人禁止嘅非法電台。唔過樣板去，係你想辦法去發生。故說有隻空間呢，我都做咗咧扮演嘅當時錄音室。哇！觀眾都可以做考驗你自家嘅母語嗬。加客家觀眾而做都可以講下話，我都嘅現場有裝置做，讓你錄上影下來，你有一個 QR code 掃下去，你嘅聲音會傳上去哦。可能配嘅你會聽到你嘅客話，你嚟講你係哪位客人啦？假使你唔係客家朋友，一做得你講你自家嘅母語，一做得都要未來錄音，或者也有錄音室嘅部分。冇錯，韓國唔單唱按了，講到也科技嘅客家天師學當然沒有窮下當然嚇，大家有看到復起來嘅面書嘅粉絲專頁，聽說有看到佢每日愛出獎錯冇，就係下二台咯，先休息下二台記得愛打天發落來哦，就做得拿到 VR 目鏡，先休息一下。大家又轉到復起來咧，我係鍾意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萬愛母語30年嘅紀念特展，也把客家天師咪共用味道也萬愛母語運動30週年，咪特別作為一系列嘅活動，唔單止有乜個心理測驗啊，名錄嘅心理測驗，韓國好韓做的有呀 VR 目鏡帶起來，韓國手機啊掃一下嘅 QR code 就做得看到模擬30年前萬愛母語運動這種是遊行嘅情形哦，真係聽起來有一種很熱血，有一種動感同嘅感覺。故作分享大家細細嘅天花拿起來，打天花落來0226309700就做得有機會拿到也限量嘅 VR 目鏡哦，細細打天花落來哦。故作好，這個老主題回到亞擺，根本嘅劉先生來到節目當中，愛同大家來分享亞擺嘅特展，家下有講到做乜嘅都要特展地度來設置呀錄音室，其實同30年以前家的嘅訴求係有相關聯嘅哦。用嘅講到，因為家的希望客家嘅聲音、母語嘅聲音，做啲共享嘅媒體來播放出來，來放送出來。嗰時係唔係因為呀？亞擺嘅展覽地度咪設置嘅呀錄音室？講到呢個展覽嘅核心啊，聲音嘅部分嗬，1988年嘅時嘅遊行有一個非常重要嘅訴求，係因為在嗰個年代，人嘅廣播電視法有個法令第20條，有限制所謂方言，英語中唔得播出幾多，一條文有規定講，當然愛減，睇下想看看。
客家族已經冇乜嘅會傳嚟嗬。假使天時地度有所謂講，佢嘅方言就做唔得到廣播天時地度來出現，叫你下去天上做會滅聽嘛。故說1988年嘅遊行天台嘅一個訴求，就係廢除了嘅講天法地位對方言嘅限制。另外呢，作為同樣係納稅嘅公民，客家創區應該有一個媒體使用嘅權利，到媒體禁用權。啊，唔過在運動嘅開始，政府並冇直接俾人也嘅正面嘅回應。佢喺客家話做唔得電啊，做唔得等於滅體去啊。故說最有民間嘅人士就想到講，佢將手捱到自家來做廣播電台好咧。啊，呢一個部分係我本人我有親身參加過嘅，就係在1991年嘅時間。嗰兩時開始有一個地下電台到 TNT 報道線上，啊，呢度呢有個負責嘅重要工作人員係客家嘅田批，也一個重要嘅研究員，到陳桂賢博士，佢係對哈佛讀書嘅，啊，佢有嘅天氣方面嘅專項背景，佢都自家去設立嘅發射器啊，裝天台、裝錄音室，就開始做了嘅民間嘅所謂地下天台。啊，因為係客家人嘅關係，故所佢就當日暗晡頭有1點鐘客家話嘅節目，叫大家想看看，從來唔識到空中聽到客家嘅聲音，結果呢個就得到天台嘅回響。本來係暗晡1點鐘嘅帶狀節目，後來就變到講客家鄉親講，既然將手自家來建立一個天台啊，好，故所就大家來募款來發聲，就有一個報道線上報道客家天台，到目前還係有在發聲嘅天台。啊，我自家本身有參與對一個當初是非法嘅，我幫人炒台，我幫人取締，都一直爭取到1994年，經過了3-4年之後，讓幫佢正式來成立，變做目前財團反映嘅天台。啊，我本身也係創台之後嘅天音嘅台長。故說在禮拜嘅展覽地位，一個廣播天師、廣播天台嘅一個努力，係我哋展覽嘅一個重點，讓我有一個錄音室俾大家來體驗。真嘅，唔單止做啲體驗，也科技式嘅互動，可能還做啲了解，上來30年前也發生嘅乜嘅事情。除咗也以外也遊戲嘅情形，我相信大家可能冇看過頭擺嘅過去嘅新聞。唔過，做得用科技嘅方式來體驗，一擺展覽地都未做得來體驗到。錯，大家假設來看下個展覽嗬，有關遊行嘅部分，我睇提到係客家嘅，另外一隻合作嘅媒體，很多客家風雲，佢都辦理下嘅遊行之後，後來又改名很多客家雜誌，啊，到目前為止，呢個平面嘅媒體係呢係呢在為客家文化做努力。故所在現場互動嘅裝置嘅部分嗬，事實上我都用比照當年客家風雲雜誌嘅封面嗬，大家再去翕相，然後就再留下一張很像以前一樣嘅雜誌嘅封面人物，還有嘢裝置。啊，當然當初是客家風雲雜誌嘅報道了場遊行呢，大家再看到當初是挺多嘅錄像片，我都就對了個雜誌地包留下嘅資料拿到展覽嘅現場，大家再看到當初是遊行嘅時，喺樣板戲有插曲，大家喺做樣板戲嘅衫，有乜嘅布條，有乜嘅表演，啊，一個樣片嘅部分，我都也有聽到當時嘅新聞樣片，大家在現場也都看得到。哇，也係當珍貴嘅資料方面，因為可能人看到嘅，好比講海報後誒，文獻人看到嘅就係個我們的蔣公戴的嘅口罩，最 M 嘅，國父排斥國父戴的 M 嘅最 M 嘅，好，戴的最 M 嘅現場嘅相片，我都也係印象，而且當成大擺就會本人拿出來講。故說其實像安陽嘅文獻唔單唱給聽聽，還有當到嘅文獻，還有當到遊行嘅方式。頭擺睇下想到遊行，可能就會知道聲嘶力竭嘅吶喊。其實30年前也萬安模擬運動嘅遊行係完全冇共用嘅哦。我睇下有講過嗬，也係台灣戒嚴之後第一擺用文化權做訴求嘅遊行。故說這兩時遊行當然它需要有智慧天窗，或有智慧茶嘛。
毋过志伟茶当个讲法嘅人，还有讲参与啊嘅游行嘅各地客家社团，实际上有非常多人都会去展现讲客家文化嘅强，还有客家文化样板型展现嘅方式。我看过当初时嘅浏阳灯，我听感通有嘅客家已经过身嘅前批做啊三叔公佢当初是佢做以为做搓白戏，佢做在游行现场，佢做做了个小丑嘅衫，用做搓白戏给他意象去讲，样板爱传一个客家话，还有非常多嘅茶水法鼓，一个用表演嘅形式，民间嘅古筝，那个锣鼓，甚至有人系用客家嘅歌谣等等。就讲在呢个展览地方，有展现非常多嘅客家文化，用传统嘅方式，唔过去讲现代嘅需求，讲公民权嘅需求。那刚刚动体片嘅100元通，嗰時展覽線上事實上，我都有那個茶水智慧茶嘅茶頭嘅嚟用嘅，有做一隻裝置吼，大家去到做看到了茶水蛋糕，還有一個筍中山嘅銅箱，佢唔係貼片裝嘅，係當初時有行做正有辦一個銅箱，係將佢嘅裝置費用，因為有看過一段文詩，佢講。迄講按照唔得啲媒體講下，迄假使講按你貴婦還活着的話，佢上天時佢咩都唔得講下法呢？我就說，亞團法動感通你。嗰時候在展覽現場有隻非常重要嘅文獻，即係當初時在遊行嘅時念一個紀貴婦文，一篇文章係羅秀錦教書寫嘅，在禮拜嘅展覽我都有留一個文獻展覽出來，他係看到30年前羅秀錦教書佢樣板去做一個文化人去訴求講，然後等於講，然後也有一隻象徵啊，然後貴婦講，當然咧就最高嘅一隻國家嘅一個精神的領袖講，客家人樣板去愛落客話傳下去。冇錯，講到用呀文史留下來啊，也就同亞拜嘅主題之一流觴有相關哦。亞拜呀流觴啊，其實留下當到詩人嘅作品，總能夠愛貼片用詞來做亞拜流觴嘅內容咯。講到流觴吼，呢部分我係自己本身學客話，所以也有一些關聯性啦。如果我開始在學客話嘅時間，發現過有非常多時有嘅工具，大家學過英文就啲嘛，你要有音標，要有文詩，用語言本身將有法度傳。跟人過去客家話網友一個建議一個教育體制嘅。比如講，做課卡人講，有人講教母語係咪做課卡人嘅事情？實際上，我自己經驗並唔係。我課卡地度，我嘅爸爸媽媽讀書嘅講起來也算知識分子啊。不過佢詳細書教育嘅不太學到高級嘅講，學到地度總唔得講方言。就比如講，我學嘅時間，課卡人已經本人細腦高嚟，佢可能就唔會教聲音嘅。大家想看看，假使你阿爸咩母語能力存到80%。嗰教本生意也是，學教有冇教60，嗰啥下可能就遞減哈。40要30，嗰時候樣板去留呢，文詩啊、表演科學、表演也都做挺重要。嗰時候禮拜展覽我係想講，我當初是學客話，我為咗練習自己用客話想事情，練習落客話一個聲音記下來。嗰時候我開始用母語來書寫。哇！我自己本身一開始練習嘅方式係落總理府嘅小說，攞佢翻譯做客家話。哎呀，嗰陣時我就講，我係咪想把自己來寫？嗰時候我就開始用客話寫詩。呀，30年下來，我看到講用文詩用母語書寫呢件事情，客家界已經有累積非常多嘅先好嘅作品。嗰時候在禮拜我要展現。30年前嘅比前本然答案，不過慢慢地溜係有成果嘅。嗰時候呢個詩本身就係我哋禮拜展覽嘅一個重點。冇錯，詩本身係重點，韓國有當到動向嘅作者，未會展出，佢嘅作品未會展出咯。嗰時候還有當到嘅內容，愛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這個陣來哦。大家又轉到
到福起来咧，我係钟意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萬藝模擬運動30年嘅挑戰咯。韓國客家電視台咩來送東西咯，就係藝術行業，好一擺真係送到高科技嘅東西，做乜緊咯？就係呀 VR 目鏡，是愛打天花落來吼，0226309700，韓國愛講呀通關密語，家下唔記得同大家講呀通關密語係乜緊咯？就係一擺萬藝模擬運動30年嘅挑戰，係攀到哪一片？係攀到台灣客家文化館，台灣客家文化館，台灣客家文化館啊！唔記得咯，即係銅鑼機就講啊嗬，記得愛打電話落來，就有機會做哋拿到呀限量嘅 VR 目鏡，做哋體驗一下客家電視台做嘅幾樣事，遊行嘅畫面、遊行嘅情形，全部就做哋來體驗一下了。韓國再講轉到呀挑戰方面嘅內容，剛才講到呀流程嘅部分，要講到實嘅作品，愛同大家來見面。嗰時設下嘅非常多嘅實驗，都係同現場同大家小結一下有哪條實驗嘛？咪到呢一擺一個流程嘅單元吼，有10個實驗，搶下來一個有參與啦吼。啊，主題嘅方面啊，就拜託大家始終用聲音，用對模擬、對阿美法嘅思考來做主題。故說呢一擺嘅展覽冇冇相同，唔係講大家拿自家想愛嘅作品，係要套一個主題搶下來嘅。啊，對最前批一開始。第一個開始寫下發式杜潘方格，一些都新生態後生嘅都有識過啥吼，一個包括我睇到講表現客家話嘅導演先啊，強調嘅導演，故說係北中南，北西演南西演，中部嘅太普強，啊也有東部嘅實驗，哎喲，大家見到作品在底部，我想呢一部分吼，真要去現場看，唔單止看，還在談到賞，因為我拜託所有嘅市民朋友。尤其係有6個期間嘅事，故說在現場係要再談到幾多嘅傷害喲。啊，我聽講到講，為到伊表現了客家語言、客家模擬嘅文化嘅導演是有北中南東嘛吼。所以講頭先講到運動嘅部分，也強用參與嘅人也係按用來自台灣各地，雖然有行到台北。啊，稍後來運動嘅方式也有非常多樣啊，頭先聊到大家介紹有關一嘅。廣播方面，所以講大家去看吼，除了廣播方面，還有介紹回顧非常重要嘅過去客家社團、台灣客家共享事務協會，然後還有當初是90年代台灣最多嘅時間，為了台灣有10個隻客家台專客家大專院校底部都有客家社，也有贊助一客家社團嘅相關嘅內容。所以看到個客家運動嘅多年先唔係單單嘅意義嘅。遊行天天，係一團當場嘅事件，韓國陸陸續續影響到嘅。故說張博有按到，特別一開始寫客家詩嘅，都也下形成態度啲嘅寫客家詩。故說在最面呢，我都也獻上集團是上出疫情，都咧下工作，客家天師啊，咧都講下天堂，我都全部在最面團有展現出來。特別客家話也產生有一種心態嘅意義。30年前本人打壓經商。到了下2017年代到2018年嘅幾年，客家話變做國家語言，也等於講係客家運動嘅心態嘅進展，故說歡迎大家來觀展啦。30年呢，唔過先生，你剛剛講到吼，10年嘅時作都對老家條嘅聲音完整保留，韓國念出來都係到第8堂。今日先生，你就到我面前啦，你就得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人嘅客家詩嘛。韓國因為你念出來，你就再來體驗一下，真係客家詩係乜嘅樣嘅。好，今日就來老大家分享一首詩哈，客話非常大家包含一下。我呢首詩按到發起，也係4年嘅口吻哈。欣賞發藝期，我有冇做乜嘅壞事情？調下課嘅時間，我係按歡喜，走去隔壁班嘅聰文前，睇上去阿兔夾出來，向下告自牌。我想聽說又係李大同走去投先生讓我來罵我。學校裡不准說方言，人人說國語，大家都方便。回去罰寫100遍。現在到走廊上罰站。罰企就罰企，要冇乜嘅了不起。冇本對面給王小美看到之後咧，天色見來見霧，開始落雨。我嘅腳骨寒酸哦，先生樣板還唔表我意思。
唔知还有几九张下课，挨个都市用我按记，燕燕有人骑电车行过来咧。啊，水呀，你做嘛个去到那边冇上课？冇啦，哎，theo那哥哥来下来，先生就过来么嘞？这位老先生，你有什么事情吗？啊，快些，挨个孙呢，系唔系冇乖，用把那边去，先生面头大结嘞。老先生，麻烦你说国语好吗？啊，先生，你讲嘛讲，我听唔识啦。阿公，哥哥起来嘢，三叫吼。冇哥讲嘞啦，哥讲先生翻译去，也是时候系一个小孩子口吻嘅一个叙事诗啦。就讲到讲也嘅做阿公嘅吼，我去接孙嘅下课，叫冇想到，所以呢让爸爸去到那边，张弟讲佢本人发起嘛，啊小弟喺嘛嘅状况，叫老师语言冇通，所以你做新手，你讲阿公伊见讲下吼，等下帮阿公伊本人发起。故所呀，他谈起来可能是以前当时期的事情哦。不过其实在30年前啊，32年以前，喊卡球之前都有啊。喊卡球之前是当严重的事情，都唔得讲法语，讲国语，都唔得讲母语啦，讲唔错。听错都好教，听错请说国语。对。所以讲啊，历史时也澳蛮有历史的。迄外头讲啊，1991年刚开始学合法。哇！啊，历史时迄个1992年下嘅，等于也有26年前嘅一个对外本身来讲，迄个回顾啦。啊，不过呢，重点唔係我嘅事啊，重点還有其他非常多作者嘅好嘅作品，歡迎大家到台灣客家文化館來看。冇錯，除咗啦，也台灣嘅史料要留下來以外啊，也擺嘅展覽係貼片作為一個訪問嘅樣片，也訪問嘅樣片，上來訪問嘅內容係乜嘅？訪問嘅人又係哪度？因為我講幾隻上映係先係上映嘛，故所我哋做了解展覽，我哋去訪問咧設計師，也設計師有啲係當初是參與有行嘅，可能現場嘅指揮參與者。現場嘅發通嘅幹部，那我也有後來繼續到客家運動參與嘅人，因為 focus 到上映，故所我有訪問啲係在做客家廣播嘅主持人，還你講啲嘅宣傳師，還你講配音員，可能大家過去做單槍堂都叫上冇看到人咯，係到了解樣片啲都有去特別訪問，那我就還有提到遊行當然了，寫歷史都會寫到有名嘅人。不過，一個運動嘅參與老成功係按到無名嘅人向下來參加嘅。故所我在貼片，我在一個訪問地度，我有去聽到我所提嘅。當初是在現場可能係睇到遊行嘅上主邊下行義去嘅路人甲、路人乙，叫後來佢都變到客家運動嘅參與者，有按樣去嘅無名英雄啊，默默在為客家做工作嘅朋友。按樣嘅人咩本人簽到哦。因為我聽下本身運動參與啦，嗰時候說是朋友，所以講大家雖然記得唔係按有名嘅人，不過大家努力下咧應該本人看到。先生，你策劃一個展覽嘛，上來從頭到尾花幾多時間來準備？所以你要講工作嘅話，我都花了差唔多半年。唔過我之前講來到歷史嘅角度來講，我30年前啦，我啦1991年就開始做客家運動咧，我就去加參與咧。嗰時候禮拜地都展出文件嚇，老太太講有非常多係挺珍貴嘅文件，係我去加過去保留下來嘅。包括我聽有提到講，設計嘅客家社團，大家翕相啊，做了一個客家學生聯盟，當初是學生嘅記得出嘅刊物，現場就會看到。現場就做得看到，故實好，歡迎各位電視機頭前的鄉親朋友對呀，12月28日4號都有呢個台灣客家文化館就做得來參觀一個展覽哦，韓國記得好，也在講係當禮拜2會休息咯，故實禮拜2冇去哦，其他時間歡迎大家去參加。體驗一下30年前萬安母語運動嘅過程，韓國都也下客家有那條無腔樣，韓國有那條面貌，大家做得來欣賞來看一下。今日有咩什麼先生來到節目當中啊？感謝阿琪妹，什麼觀眾朋友，謝謝。什麼先生同大家來分享按精彩嘅內容，咩什麼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收看，先休息一下，向下來做運動了。